Hello，各位網友，歡迎嚟到呢個有咪自由講啊！咁我今日想講一講我一個好敬佩同埋一個好欣賞嘅前輩，就係蔡瀾先生。咁得知佢喺6月25號喺養和醫院即係病逝啦，咁樣。咁媒體啊嗰啲應該都係27號啊或者28號睇到即係大肆報導呢一件事。咁可能好多網友會話：喂，點解佢病逝啫？咁同你有咩關係啊？或者係即係點解你要拍呢段片啊？咁樣咁其實我近呢幾年嚟咧，我一直都有睇蔡瀾先生嘅嗰啲短視頻啊，或者佢講嘅嗰啲做人道理啊。咁佢係話香港嘅4大才子之一啦。但係你知唔知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佢係一個最能夠你睇得見摸得到嘅才子，因為佢會喺你哋嘅印象係咪去到好多食肆裏邊會見到佢同人哋合照嘅嗰啲相片啊咁樣啊，即係你可能從未接觸佢，但係你覺得佢好似喺你身邊咁樣啊。咁可能喺你印象裏邊，佢係一個美食家啊，一個成日笑嘅老人家啊。或者老一輩嘅知道原來嗰個今夜不設防啊，或者係佢拍過好多唔錯嘅電影啊，咁樣即係做過指導啊嗰啲啊。咁我有幾段片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好，咁去一去呢段片先。有時候我走過，人家說：“在這裡拍一張照片，我就拍了。”如果有的照片貼出來，不一定表示是好吃的，不好吃不關我的事。不過有一個標準，如果我認為這家餐廳很好，我會笑；如果我板着臉的話，你千萬不要去。大家睇到啦，蔡瀾先生都幾盞鬼，因為作為名人，人哋要揾佢影相，佢一定要影嘅。咁佢都知道影完之後人哋會將張相片放喺個鋪頭度，咁我只能夠話俾大家聽，如果我影相我唔笑嘅，嗰間嘢就唔好食噶啦。咁嗰間嘢我笑嘅，咁好食係啦。咁另外亦都分享一下，我喺另外一個短視頻裏邊會聽到蔡瀾先生即係一個觀點咧，就係國內有啲記者問佢，點樣對待即係睇年青人嗰種躺平嗰種心態啊咁樣。咁蔡瀾先生講句，佢話做人唔係應該就係躺平嘅咩？呢個係最好嘅一個狀態嚟噶咯咁樣。咁令到大家都好愕然即係佢咁樣同即係啲年青人咁樣講咁即係喺我個角度，我聽完佢呢一句說話，其實係佢真係一個好善良嘅人，因為喺佢知道喺時下嚟講咧，即係年青人面對社會咁多嘅壓力係啦，內卷呢樣嗰樣嘅時候，如果佢仲喺度話訓斥啲年青人嘅話咧，其實係無形中對佢哋另外做更加大嘅一種壓力。咁我好善良講一句，佢話呢個係人生最後即係終極嘅狀態咁如果佢見到依家真正係好多年輕人真係躺平嘅，我估計喺佢嘅口中，佢會鼓勵年輕人，而唔係話有啲人聽到蔡瀾都話叫我躺平啦，咁我就躺平啦咁樣。咁有時候佢講嘢係好善良但係你可能要停一停，諗一諗佢裏面即係內心深少少嘅嗰種感情或者個真諦啦我睇到佢一封信，係網傳啦，話係佢死後之後話放出嚟嘅，同大家分享一下，俾大家睇一睇。咁有興趣可以即係慢慢即係撳一撳佢，等即係再讀一讀啦咁樣。咁我對於佢封信入邊有3個字好大感觸，即係喺蔡瀾先生裏邊個認為就係平靚正3個字嗰個解釋係乜嘢？喺封信入邊佢講平就係價格合理，靚咧就係出品雅觀，正咧係最緊要好食。咁正佢同我哋依家嗰個行內嘅發展亦都係一模一樣。
價格喺度鬥平，平到基本上有啲真係已經去到唔係好合理嘅一個地步。即係靚嘅，究竟大家對於靚嘅追求係邊一樣嘢咧？係咪加幾件不鏽鋼啊？即係雕龍雕花雕鳳就係靚咧？究竟靚大家嘅追求去到邊一度咧？正最緊要好食。究竟依家有幾多公司仲可以即係本住即係初心，就係話翻俾個客聽你哋想做嘅呢樣嘢，其實喺你日後你喺個生活入邊，喺你居住入邊係真係冇乜用㗎。咁好多依家都唔講，因為你想做乜咪做乜嘢咯。咁正正蔡瀾先生即係呢一封信講出平靚正呢3個字，我覺得真係好中肯，係啊。咁到最後唔多講啦，咁就4大才子嚟講，我首先接觸嘅係倪匡先生，佢喺我初中嘅時候我有拜讀到佢嗰啲小說，因為佢引領咗我一段好奇嘅日子嗰個衛斯理啦、藍血人啦，原振俠啦，咁跟住就再年紀大啲之後就拜讀咗呢個金庸小說裏邊佢俾咗一個江湖我，到差唔多30零歲嘅時候出到社會啦，有幸聽到黃霑先生嘅歌，初聞不知曲中意再聞已是曲中人到年近40嘅呢一段期間啦，我接觸蔡瀾先生就最多，因為佢對生命嘅嗰種豁達對人生嘅嗰種瀟灑。正正係我覺得要學習嘅地方。當然啦，喺蔡瀾先生嘅口中，佢好欣賞倪匡先生對生命嘅嗰種態度，但係倪匡先生喺我真正去着筆去了解生命嘅時候，已經不在人世啦。咁啱我開始對生命嘅反思同埋好奇嘅期間，蔡瀾先生嘅嗰啲短片或者係嗰啲視頻對我啟發性係好多嘅。佢嘅離世，我覺得係一個惋惜嚟嘅，因為有幾多可以叫做才子嘅，仲係講緊廣東話，即係能夠代表廣東話嘅人，仲喺文壇上邊係視為即係才子嘅多謝蔡瀾先生最後同大家分享多一段蔡瀾先生嘅一個對生命嘅一個訪問。作為呢次短片嘅一個結束，我每一次談論到這個問題呢，我是講同樣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我重複了有1000遍都有了，就是說，我去歐洲旅行，到巴黎去旅行，都是晚上的飛機。在晚上的飛機的時候，我就坐在那邊，我又喝酒啦。又看電影，然後很高興的。忽然間，這種晚上的飛機常常遇到一個氣流，那個飛機會忽然間降的，一直在下降。在這個下降中間，我還是在喝酒。旁邊就坐了一個澳洲人，這個飛機一降的時候，他就拿着這個手把，這樣一直在那邊，很恐怖的，一直在擔心。等到飛機停下來了，有飛的時候，我還是在喝酒。他把他的手放掉，一放掉，他轉過頭來，很不高興地看着我。他說：“喂，你死過嗎？ You die before？” 我常常說 ：“No，I live before。”我活過。